看过新闻观众朋友，这全世界疫情提醒乡亲，这个疫情真严重，真正袂使大意。再来看社会新闻，放火烧死至亲的死刑犯伫昨庆决，死刑犯王仁贤破汽油放火烧死正伫围炉的爸母等等人命至亲，伫昨暝庆决，这嘛是蔡英文总统任内第2摆执行死刑。目前全台湾依然有39个死刑犯等待执行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捌讲过，伊讲有一寡罪犯天地不良，死刑确定就应该执行。像小灯泡这案件，王景玉就是其中之一。那王仁贤的家属知讲，伊小弟已经执行死刑啊，伊原本都原谅伊，拒绝领回伊的遗体，无想要替伊办后事。视为理所当然。小心！你完全没有悔意哦。没有。4年前，趁出来人伫围炉破汽油放火烧爸母，甲亲戚朋友造成6人死亡，5人受伤。这个王仁贤无后悔意思，被判死刑，确定庆决。执行前，敢请检察官转达出来人爱保重，验过出来人无领这个情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以后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把他当作家人了。蔡政府上任了后，头1摆执行死刑的是李鸿基，伊杀害前母，佮夺走查某囝的性命。第2摆是和行政院长苏贞昌公开点名的王仁贤，包括没有非常上诉，没有再审，也没有申请到法官会议解释，以及经过特赦，那我们就会依法来执行。废死联盟提全世界数据，想要证明死刑的执行甲治安无绝对的关系，不过庆决同款无停，希望透过个案的故事，和大家思考的空间。那他们就是一边讲说我们是一个人权的国家，我们的一个目标，但是却什么都不做。王仁贤捌伫个中写大苦无言，大悲无泪，大痛无声，秘书是要甲大家讲，伊成长的背景影响真大，不过杀人赔命已经未负案。